后来有民众赛车伫个国道3号分林的路段，熊这个引擎挂规片掀起来，撞破着挡风玻璃，甲这个天窗，驾驶惊一个破胆，加在人无受伤。驾驶讲感谢妈祖。伫咧国道顶赛车，一时忽然间。 车头前的引擎挂熊掀起来，弄到挡风玻璃，驾驶和这个警上惊甲叫出声。后边车辆看到碎片飞过来，嘛赶紧闪。加在驾驶随恢复稳定，豆豆啊，甲车停在路边。 意外发生伫咧国道6号分林路段，当时驾驶速度已经超过时速101公里，结果车的引擎挂熊掀起来，那甲挡风玻璃掀破，连天窗嘛海去。驾驶个心惊惊讲：感谢妈祖，感谢天公伯啊，人完全无受伤，嘛无弄到其他的人，也是好难。听音乐，然后听到一半，那个引擎盖就突然掀起来，我就是先吓一跳，按那个警示灯，然后稍微赶快减速，然后往那个靠着那个左右。 后照镜还是有一点视角可以看得到路面那个边线。驾驶讲车已经开27年，前一天才去验车，若是引擎挂无看好，电脑应该嘛会显示。推测是引擎挂的镜仔生线互风吹起来。驾训班的教练提醒，国道的车速紧，若是拄到紧急状况，熊打档啊，车就咬出去，甚至是冰车。要切记双手紧握方向盘。 切记勿急刹、踩刹车哦，然后让速度放慢下来，靠旁边避车道。国道接看意外状况，参像是拄到风杯沙甲路炸掉咧，或者是落大雨，路面积水储气，也是讲车辆熊破裂，紧急应变就真重要。若是拄到引擎挂甲头前炸掉咧，驾驶会当用边仔车窗的角度甲车道线做参考，豆豆啊甲车驶去路边，保障家己甲车的安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